艺人牵涉闪做兵，所以当摕到金钟奖，这就引起争议。文化部是表示尊重评审团的决议，不过未来嘛会讨论讲，敢要把这评选的资格缩好较严格。谢谢我天上的爸爸，不好意思，这阵子让你担心了。这伫金钟60欢喜领奖，拉力拍棒棒糖摕到这摆最佳实景节目主持人奖，因为进前5月威廉才逼出闪做兵的争议，互因迄当阵是真失意。庆功宴的时阵，国防逼出规团6个人拢无做兵，但是强调100%合情合理。但新闻小结之一说，因为闪做兵红骨题。我们并不完美，但我们还在往成为很棒的人的路上。我是尊重那个评审团最后做出的决议。那另外一件事情属于司法的问题，我想我当然也是尊重司法最后的判决。艺人闪做兵的案件直直小检警第3波搜索的对象，除了小杰，陈佩玲嘛捌得到第47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的男主角 ，Energy 的苏伟是捌入围第61届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。伊所属的男团是伫第36届金曲奖得到最佳演唱组合和年度歌曲。小杰开始做制作人的电视剧，伫第59届金钟奖得到真侪项入围。外界质疑刀兵和各种资格认定干嘛受罚？这点我们来再演绎一下，因为我们金钟的历史蛮悠久的，我们可以再追溯回去，有没有这样的限制？主持节目是一件事情，那兵役的问题其实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哦。当事人在面对所谓的这个社会观感不佳的一个状况哦，身为公众人物哦，也应该要虚心的检讨。韩国许多的艺人对于当兵来说是不仅是积极，而且是非常非常有光荣感。作为我们平时所有全体的国人，甚至是年轻人有一个样板。所以我们也希望不管是未来文化部、国防部，我们都应该积极的来做一个宣导。在野党呼吁政府应该较紧来补破网。文化部长李婉是表示讲，完全尊重主办单位，但伊嘛讲会搁再来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